天理了都了别没有了走，天理了变作是猜给猜题，因为了别有火山，因为了别有河水。了别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，轻声细语，轻轻猜猜，做的前面都你大东西。一老外没有外，一老外。天理了都了别没有了走，天理了变作是猜题，因为了别有火山，因为了别有河水。了别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，轻声细语，轻轻猜猜，做的前面都你大东西。哎妈，小杰，来，我爸有吗？这里面呢，我要帮你带一本书。哦，好啊好啊，谢谢。要不要进来啊？不要了。为什么我爸在里面？哦，男朋友，好了。然后你听妈的，你要相信你爸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下次再来看你。拜拜。给用实地散风啊，那第一摆吃到嘅死离岸去。我娘讲，头摆啊，爱村人夫就吃到无买，但了解这里无买去。我知道这事，因为恋爱之间一步眼定定。唔會講佢。唔會，但係，唔想唔記用時，參上到嘅老都攏做起來天天，不受條邊睇自家嘅危險。有咩唔對啦？萬年第一個事情會變亂嘅啊，睇個全做亂嘅啊，就像一條索嘅，讓所有嘅人安尼牽來牽去用嘅，當神奇嘅。也安尼講好嘅啊。了解了件事情，也知道人内底好到程度，教嘅观念无爱强用。杜玉荣无像爱着警察讲嘅咁快，
你讲阿言呢？迄太甲锁死个好警察，咱有老有穷磁体，你还去冲牛，起电，你就要对点慢点长虫。嘛该好人，嘛该坏人。陈主编都无按撤退的，掠司机就创安尼啊，好，坏的，应该做唔得，用伊个观念来给庭长做。但係唔可以咧警察，唔會用嚟上啊！下次都無論佢喺罵啥，佢聽說我對佢七家做嘅事情負責任，你做會犯，安愛做會執法嘅嘢。會啦，你好，三個問題就做解決了，做冇？嗯。所长，要不表现得真好。像按好嘅人才啊，標準與台北買應該嘅啦。我唔記得了，用了是準備到了啊。仲起來來嘻嘻，要會揾人嚟。講我下來啊。嗯。應該關係啊。也係啊，但係眼睛冇法做嘅。真係咧，啱喺唔咁容易完成佢吧啊！自己你要比佢鬆鬆些，你條唔睇下，我可以來去教你。雖然有一個紐西蘭啊，你想留下來下？咩唔啲嘢？不過我們唔做乜嘅。可唔可以？你安尼講好呀？就算我決定留下來，你唔但唱去被動啦。是這啊？阿弟，你是被動啊？你想不用睇嚟下，當初我哋啊，係一模咁樣。
也因为头摆，也无来过了味，无带过了味啊。应该有带过的啊，做得准的。嗯。老弟，我听总唔要做本来这件后悔的事情。系啊，人生嘛，快乐不快啊。这种含有动脑法，像我人讲的，但迄笔徛顶的，算唔对写着嘛个，迄讲哦，我有嗰份欣赏伫的，应该伊上爱叫吧？哎，人生嘛，快乐最好的啊，相爱了下最快乐的，希望唔会显的。先讲好，唔是来相爱，就算来的，你怎么得讲再见的哦？好啦，就算讲再见的，怎么得叫？叫的事情，出入本来个根本欣赏好的。我想哦，咱应该唔系提啥，后期要叫的。阿伟，我对自家较好一位啦，礼貌。阿爸唔要，会讲阿爸莫做警察的，办理善当，一见善终的，就代志该你迟早用办。你有休懒哦？你讲正经和讲笑？正经。我也想做班，不过你班爱做，让你走判，顺便帮你忙。好啊，还有嘛做得啦哈。
不出来你那么强哦。然后这么巧啊，看起来那么蠢，那么我也谦虚一点，对不对？他要拿第一名，我当然也要拿第一名啊！你看奖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给我看，我也要看。哎，还不错哎，很好看呢，看看。哎，所长，宝贝儿子的奖牌。好啊，很漂亮啊。传过来看一下呗。哦，那么厉害，第一名的呢，好像比较适合我哈。哪有啦？哎呦，好开心哦！大家都在那边，感觉好像回到幸福里一样。对啊，跟以前一样都很开心，没有这样子了耶。对啊，对，还是在那边比较快乐。是这样没错了。只是当时啊，没有了。什么？喂，阿朋友，你嗌啊？嗌阿 V 啊？ No，啱唔請水咯。冇啊，根本要來看小姐嘅表現啊。驚咧，你用墨水咯？嗱，有些事情唔請做太啦。我行啲嘅蝴蝶館哦。嗯，啊，冇行嘅。走啊。阿聰啦，唔用冇來咯。人我都會主動嘅。我想喺啲入邊定，係講唔係時間，係接上來，係會溝唔到啦。告訴我啲入邊定進來。安尼哦。無啦，我了報嘅，做忙中了嘅啊，韓總咧轉去嘅啊。佢等下中了後，我再去請嘅。好。嗯。隔掉我。唔會啦，等下轉去嘅。好。好啦。好啊，佢做衰嘅。唔係。好呀，拜拜。拜拜。巴海一甲走，甲巴海一甲走，甲巴海，甲巴海一甲走，一甲走。再说一次。甲巴海一甲走，再说一次。甲巴海一甲走。好，我们接下去啊。技术，技术，甲固，甲固，技术，技术，甲固。不是。老导，这个是我们朋友啦。哦，你好。技术是你，甲固是我。技术，甲固。对。技术，甲固。那我刚刚教你那个拿爱吼。拿爱吼。蘇總，啲毛係咪嘅啦？落去啊？哦，來。用啊！
下一步嘅无限啊！冇啊。新叫冇来啦。嗯。呢個無限啊！你冇啦。先來件菜用呀。先來嘅啊。嗯。我唔家落來，我看到個照自己搞掂，有啲食飯咧。日朗都見啲壽司呢。好嘅啦。那個阿偉啊，就是聯絡嘛。有啊。挺好的。上班講名義嗰啲買題目啊。嗯，買題嚟。買個卡台題，準備要做測驗。我唔判得吧？呀，你唔是判得啦？因為客家人呢，就係咁樣噶，就像好鳥咁樣嘛，總係咁樣，曬唔曬啲嘅啦，佢有一條班，佢就自家去搞。哥啊！當年瓜子啊，你就會轉來咩？你嘅心啊，唔會只有聽人嘅啊，係會轉來嘅，係會轉來，就少啦。上眼毛。有啊。先生都學教咧。真係啊。華盛頓嚟過東莞。老台灣共用哦，同步嘅。我都冇想過。你先知嘅。做地最緩緩行行，咪好啊。你叫我做？差唔多啊，我想加啲改學條東西，下擺轉來，做啲保險福利，做條事情。我唔咩太少知咯。我知啊，我做就知，不會太小氣。可是我要騙你。啲就好啊。唉，有乜講笑咧？有自己生意都唔知做得到人哋做唔到。冇想很多，做得做真講係冇。辦公室你出來2年上就會重新考試。都係是而將來嘅人生，你會重新開始。有道理，唔知係咪強樣？強樣冇強樣，全就好啊。你呐，最重要是幸福快樂。滾，全部人啲嘅定義將來，掉。
你总怕老李总他们沟通了的。开票哦，说不定更开心吧，赶草。好了，我没得事了。要保重。文怡，麗君，你又真來啊？哎呀，爭咗一兩日啦，我有事情同你講。乜嘅事情啊？我去美國讀書啦！真的嗎？真係幾好㗎！美國華盛頓大學公關游說。公關游說係乜嘢？就是在國會幫人家做一些政策的擬定，或者是在公司幫人家做擬定，就是公關策略這樣子，帥吧？哇，行起來一成千呢！同冇衝，唔衝唔會走到頭路誒。有咩點唱嗬？但係我覺得幾好搞，我想試試看。加油，唔練做得咧。後邊。冇出過來，你叫轉來啊？唔對哦，叫我有冇睇啊？叫我一起轉來。哎呦，算了啦，我跟你說，要是他不回來的話，那就做一隻乾眼冰影。那等你去飛行傘的時候，就在最高最高最高的地方把它丟下來，那好不好？Good idea。麗君，謝謝你。我請你吃冰，走。吃冰哦？對啊，你很摳哎。會嗎？很大方了啦。可以吃滷肉飯嗎？好啦，這家還是一樣很便宜。好不好？爸，不走啊？
报告学长，新进员警高昌伟报道。很好，很好。那你先进去休息哦。谢谢学长。学长，高昌伟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请问我的位置在？你的位置啊？你赶早，他位置在哪里啊？那你12点钟方向啊。哦，这是你的位置啊，好，谢谢。你先跟所长打个招呼啊，所长。对哦，所长，所长是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所长是谁啊？所长，高昌伟报道。你好，欢迎你啊。学长，我听人家讲说这边的山老鼠都很可怕，是不是真的啊？没有啊，其实就跟他们活下感情，就比较不那么凶，不用沟通。真的哦，学长你好厉害哦。没有，以后要多照顾呢。可以，你加油。谢谢学长。可以。小 B。你都没问他吃奶哦？你看我像有奶吗？谁要记？13年嘿。系啊。都了做埋，做坏事哦。锁門啦。因為我去哪啊？等人去比下，等下唔會夠永遠哦。好啊，比下咩好啊？好，送來。我好無關，迄陣做朋友出國咧，我哋睇一家，純粹佢從送機，因迄陣想唔到真相性嘅人會係埋，係李總吧？佢叫到還厲害哦，就因為佢都太傷誒，佢從個人話老豆發生乜嘅事情，純粹做過落看佢。我捱到睇一家，唔但唱叫唔出來，連到還才是笑出來呢。阿伯，我咪佢講，迄陣唱喺出國聽聽，佢當家如果真係嘅，對我來講，唔係唱迄離行聽聽啊，因為當家就真來。做朋友要去南風，
记得无？南风天是真适合比的，对沿行的人来讲是一种祝福，对留下的人来讲是一种安慰。嗰條被風景以來高提嚟，嗰呢條唔可以用叫空定，係阿วี一集講到每一集講到蝴蝶館，蝴蝶館去過誒。目的兩位，人哋要做好準備，令兩位太孤獨做來，人哋才來強下打拼，好冇？唔做來了後，人哋老紅也未講好，有啲南風地都強下比，唔知道用嘅啊。記得他是個這個店，你老阿วี這個店，蝴蝶館的用藥唄，沒這個店。睇下種母愛，做埋會轉來幸福你嘅。講真嘅，愛氣感咩唔對啊？哦，較早有講過啦，一定是因為這個缺太好了，所以你才會跑回來，對不對？他一氣感上一話有講不對哦，皮主從你來到這裡之後，就這麼衰啊，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情，這個缺哪有那麼輕鬆啊？怎麼講啊？從南到北哦，有那個當兵嘅警察做你強爽嘅。我哋就來到一個山峰嘅所在做事，佢是收拾了嘢，收拾掉嘅事情，收拾掉嘅人，再個來，除非希望了個地方做得變得較好、較幸福。當然希望自己要做得變得較好、較幸福啦。用嚟講，按你講好啦，大家就將迄恐怖卡嘅人用嘅啦，錯，迄家人。安尼唔知的幸福裡，會有我靠，但係愛知。像我唔用什麼要愛人順後嘅人，也順後嘅人，咪會強要愛你對你。無論對哪位嘅，幾多地方應該就會無卡。也希望嘅程度，應是嘅程度。蝴蝶館無通去啊吼！阿先啊，奶奶，我話你講一件最重要的代志。你是咧講啥啊？你是被搞造帶壞是？無啦，亂講話，工作啦。啊，一個蝴蝶館，
200公尺2个检测点，骗因啦。你是无强拍哦？哦，无代志无。差不多啦，坐一坐。好了。哎呦，跟咖啡长得很像哎。这去变的啦。嘿哦。隔壁等的你。嗯。如果说鼓不好的话，效果差很多。鼓有高低音的，然后它两边那个旁边那个，它那个 high net 就是旁边这一块，还有那个 crash 啊，那个音都不一样。啊？对。请问有人在家吗？查户口哦。在这里，我们不是人吗？那警察是笨笨的。根据我多年在此地服务的经验，还有你身体表现出来的状态，你去查户口哦。喝几杯？嗯，你还很清醒，应该还有一半还没有查哦。就他写的曲子是这样嘛，那你就只能编成这样啊。可他希望你编得更精彩一点，但是他的曲子就已经。声一声都听